劉江華議員，主席，就領匯嘅商場咧，附近就係住有公屋有100多萬嘅居民使用，所以政府咧係有適當嘅關心咧，我覺得係需要。咁至於局長喺第2段所答覆嘅，關於係今年年底前領匯係會一個全面嘅整體嘅改善計劃，咁當然呢個係有一定嘅進展咧。但我想問多少少咧，就係過往佢提出咗17項嘅翻新嘅工程，呢17項係咪已經全部已經係擁有無障礙嘅設施呢？又或者將來翻新嘅商業設施，佢係咪會將來所有都會係有設立呢？如果有一啲人流少嘅，佢唔做翻新嘅工作，但係無障礙設施係咪可以做得到呢？局長。主席，佢嗰17項設施咧，必須係符合當時嗰個建築及條例嗰個要求嘅。咁亦都係我哋講緊嗰個手冊咧，我哋係講緊2008嗰個設計手冊裏面咧，佢必須要係符合嘅。咁當然係，如果係將來佢新建嘅設施，亦都要同當時嗰個無障礙設施嗰方面嗰個標準咧係要睇齊。呢個係當然一定要符合當時嘅要求嘅。多謝主席。